大家好，26年1月1號，大家好我放咗一年假，我放咗3個月假，喺度恭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最緊要身體健康。即係人呢嚟到30幾歲呢，40歲呢，你就會發覺身體健康係重要過揾幾多錢。如果你揾幾萬蚊、10幾萬蚊，但係你身體係唔健康嘅，成日要睇醫生嘅，成日要食藥嘅，會影響對生活嘅。咁其實係有錢都冇用嘅。咁所以我喺度祝福大家喺咁艱難嘅一年，要身體健康、身心健康，係啦。有乜嘢唔明，有乜嘢需要，有乜嘢想知，留言話俾我聽，我會繼續為你哋發聲。咁陳茂波將會喺嚟緊就發布呢個財政預算案啦。咁佢聲稱咧，今年嘅財赤改善咗喎。有好多議員咧就話會同政府反映咧，今年咧希望仍然都係繼續咧可以為呢個攞緊長者生活津貼、傷殘津貼、綜援、生果金嘅一啲需要呢一筆錢嘅人士咧，繼續係派半糧。咁舊年財赤咁艱難，負3000幾億咧，財赤3000幾億咧，就將2蚊車變成2折車。都仲 keep 住派20幾億出嚟，就派半糧。咁今年政府收入增加咗，佢又話 GDP 增加咗3%，香港經營嘅環境改善咗。咁照道理呢，佢今年應該都係會好大機會係喺財政預算案上面呢係繼續派糖嘅。但係免稅嗰啲扣稅嗰啲呢，就一定係唔會㗎啦。交稅嘅人呢，只會越嚟越重負擔，但係長者嘅福利呢，就應該都會微調㗎啦。即係佢可能係派多1-2年就可能唔派㗎啦。係啦，即係你都知個政府㗎啦，每年都話要視乎最新嘅財政嗰個狀況先至考慮啊嘛。咁舊年都肯派啦，咁今年佢有機會係繼續派嘅。希望到時最新消息再同大家跟進啦。咁預計應該會派嘅。咁就算派呢，都係派半糧嘅啫。咁我諗派多幾年未必都會繼續派㗎，未必會繼續派㗎啦。根據呢個社援指數啦，每年呢，長者生活津貼綜援傷殘生果金呢啲呢，都會每年呢大概喺2月呢就會調整嘅。根據呢個消費綜合物價指數呢，咁舊年就係1.6%，今年呢就預計啦，應該係1%嘅。等正式數字要等政府公布啦。預計呢，今年如果最低係加1% 嘅話呢，長者生活津貼呢由4250蚊就應該加到4293蚊嘅，係啦，4293，比起上年就係多43蚊，今年多咗43蚊，你會唔會幫到你啊？43蚊飲個早茶、食個早餐都勉強都還好啦，係啦。社援指數增加嘅話呢，生果金就應該會多16蚊，普通嘅傷殘津貼呢就應該會多20蚊，高額傷殘津貼呢就應該會多42蚊，係啦。綜援嗰啲呢就應該都係多30蚊左右嘅啫。我諗大部分人都係關心長者生活津貼多啲㗎啦。一個人就4250啦，而家我諗應該會喺2月或者3月調整嘅話呢，今年每年都會即係跟翻個通脹去調整嗰個津貼嘅金額㗎嘛。咁今年嚟講應該就會加到4290
93，即係大概4300到啦。一個人每個月派4300蚊俾你，交唔到租㗎啦，但係不無小補咯，即係每日有百零蚊俾你買下餸，交下呢個管理費咁樣咯。咁如果你住公屋嘅話，咪交咗公屋嗰2000蚊租，仲有每日仲有幾廿蚊可以買個早餐咯，係啦。你問我老咗我打算點啊？老咗我就打算食政府㗎啦，我都係啊。呢個香港政府有咁多福利，咁我交咗咁多稅係嘛？我哋交咗咁多稅，老咗梗係食翻佢轉頭㗎啦，啱唔啱？咁4月開始2蚊車就會變2折車，係啦，大家要留意翻。26年4月1號開始，所有2蚊車咧就會改成10蚊嘅收費以上，即係嗰程車10蚊以上咧就會變成係2折㗎啦。咁譬如你嗰程車係20蚊嘅，咁就會變成係收你4蚊，咁就2蚊變4蚊啦。咁如果你嗰程車本身係10零蚊嘅話咧，譬如係11、2蚊咁樣，都係貴幾毫子嘅啫。咁都唔算太大影響嘅。如果你一日來回得1、2程嘅話，咁如果你話你成日要轉車轉幾程車咧，咁的而且確咧2蚊咁樣咧變成2個幾3蚊咧，都每日搭，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轉車噶嘛，咁可能要轉巴士轉小巴咁樣，咁轉嚟轉去多咗一程車，每程車多1蚊嘅話，其實都幾貴嘅，係啦。咁10蚊以下咧就維持2蚊不變。咁財政預算案咧就歡迎大家係俾意見，咁我就幫大家發表咗㗎啦。咁我就寫咗信俾財爺啦，俾阿陳茂波。咁我自己咧就寫咗 email， 我填咗個 email， 咁同阿陳茂波俾意見，我就話希望咧係加大一啲對於長者嘅生活津貼，係啦，又或者係加大一啲對於傷殘人士嘅津貼。弱勢社群咧，以長者同埋傷殘人士咧係最受惠嘅。咁希望咧政府唔好忘記長者年青嘅時候咧對香港嘅貢獻。咁我寫咗封信，就話希望政府咧謹記佢哋有份建設呢個香港，佢哋貢獻咗社會幾十年，老咗佢哋冇能力賺錢，就係靠政府嘅津貼生活過活。希望咧政府唔好再因為財赤嘅原因咧，係針對一啲弱勢社群取消佢哋嘅福利，取消或者係扣減佢哋嘅福利嘅金額咯。甚至乎我要求政府咧係加多啲津貼咧係俾弱勢社群嘅。咁樣佢哋而家喺物價通脹嘅情況下咧，咁先至能夠幫到佢哋。你諗下啦，今年佢哋1月1號開始，政府包括咗醫務委員會，即係佢哋早排發布嘅，佢話咧1月1號開始咧，醫管局嘅醫院咧公立收費咧係會加到同私人醫院嘅收費係一樣。務求咧就分流你哋去私人醫院嗰度。即係我相信咧睇得公立醫院嘅人咧，都大部分都係一啲低收入或者係比較貧困弱勢嘅社群。你今時今日加呢個公立醫院嘅收費，其實對佢哋影響係最大。你對嗰啲有工開有工返嘅人咧，你加佢哋價咧未必有用，但係你加公立醫院咧就對好多人有影響咯。係啦，喂，講真，會睇公立醫院嘅人大部分都係窮人，即係大部分都係俾唔起錢嘅人。你而家咁樣去趕絕佢哋，其實係毫無道德社會責任咯。
你唔好忘記政府根本上係要照顧弱勢社群。你為咗偏幫嗰啲咁嘅大機構、商業機構，你已經壓榨咗香港人好多年㗎啦，貢獻咗咁耐嘅老人家，你而家仲要話佢哋咩搭2蚊車好重負擔，話佢哋濫用，話佢哋係亂搭車。你講真，你起條橋都100億啦，仆街！嗰啲長者用得你幾多錢啫？即係我相信咧，呢個政府如果再咁涼薄嘅話咧，只會係越嚟越少人係對呢個政府有信心，甚至乎咧新一代嘅後生仔咧係基本上咧係唔會信任呢個政府。當年連老人家都唔支持你嘅時候，你就冚家產㗎啦〜